将军何出此言？刚才你竭力阻挡公子们对这女子行非礼之事，同时却暗中派人将此事告知义父。为了令义父欣赏你的忠心，你不惜使用苦肉计，借此拉低公子们的形象。将军莫要含血喷人。义父得此女子的消息，想必也是你暗中散布到公子们耳中的。将军为何如此怀疑我？你的确算是个人才，短短时间内便能晋升为骑都尉。奇怪的是，你每升一级，原先位置上的人即被义父以叛乱之名除去。这心计，恐怕已用到众公子身上了吧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漂亮的小妮子，就是你特地带进宫内，用来分化他们父子的绝佳工具。当公子们被义父……够了！你没有证据。这是……哼，自家祖传宝剑的样子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禁军教头元泰叛乱，我已将他杀了。原来这人就是关东联军内应元泰的儿子。元当啊，你本可助义父一统天下，可惜你不识抬举，偏与叛贼为伍。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。拿下他们！不，我和你势不两立！